加码射警上新的消息，这个隆重9天8暝行程，大家嘛伫咧今仔日饭点过12点45分的时阵，登去甲镇南宫安坐。这个时间是比旧年慢点外钟。根据庙方的估计，今年参加运警的信徒是超过300万人次。因若这个射警一切拢真和平，嘛真圆满。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嘛特别表达感谢。信徒大声话，烧钱要望出巡辽境的妈祖神像。大家镇南宫妈祖伫今仔透早饭点12点45分入庙安坐，甲旧年比，今年是慢点外钟才到位。疫情过了后，庙方今年恢复停办2年的软桥卡，沿路拢有信徒摆家路长要祈求妈祖保庇，和今年回銮的时间前着。伫大家入境要到10点钟，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也感谢信徒，这边辽境拢无冤家相拍。这拢小圣伫我家，即摆拢无吼，连烧妈都无啦吼。所以讲伫遮咧，咱的妈祖有感无？烟火甲天顶照甲光闪闪，落的是开甲万万万，有各地殿后的表演，也有来自全国的信徒。大家伫即个暗时热烈滚滚，警方出动800位警力，沿路进行维安管制，避免抢劫的冲突，也管制交通。为了维护整个銮轿的安全，我们都会提前到清水的北端来接驾。我们主要是要维护整个交通的顺畅，人员的安全。这边回銮拄着劳动节连假，再加上疫情解封，人有加真多。大家镇南宫讲，信徒海湾的金牌数量也创新高。咱关下落来的金牌超过大细地，超过600面，即马就来缩小，还有真侪信徒，有的摕来庙的，观念嘛有。高岗北岸340公里的辽境，庙方估计有300万人次参加，打破以往的纪录。3尊出巡辽境的妈祖神像，拢顺利供奉伫咧神龛内面。今年辽境正式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